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什么是认捌家己故乡上好的方式？对今日来宾来讲，可能是散步。透过散步来看、来听无共领域的在地人，用各种观点来讲台北、说台北。出身伫台北大稻埕的区域，较早捌伫旅行社服务8年。2012年写 blog， 区党的老台北家乡味。2012年开民宿，并且提供着导览，一步一步带大家认捌大稻埕，以及大稻埕以外精彩台北。除了更较深导览台北以外，更把台湾其他特色文化咧纳入去文化导览，一站散步深度行，行过印象以及杯。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来带你了解伊的故事。咱这马祖境已经有100万年的历史。你讲看迄同治6年，就知影迄是1868年、1867年起的。但是较早本来是起好的时阵是伫咧大稻埕码头迄边，伫民生西路迄边。因为系较西近，但是后来了，因为日本人要开迄条民生西路新的路，所以马祖境就遐拆掉来遮。定起，还较早建材山来这边定起新的庙啊，去较大间。行伫大稻埕，每一个建筑、每一条街仔路，伊拢会当讲出历史发展，介绍在地人真实的生活。因为伊是伫大稻埕大汉的囡仔区域，用文化导览的方式，带大家来熟悉伊的故乡。对我个人来讲，我就介意带大家来遮，是因为你看这个环境。伫咧庙口、庙埕，啊，佮有小吃伫咧遮，会使食物件。即马伫咧台北哦，可能应该干就食马祖境才会使讲，会使享受咱即款老社区、老社区即款在地人的生活。用文化导览，和旅游业有无共款的面貌。佚佗不只是买物件、食物件，是会当对文化当中了解咱家己这片土地。住伫马祖境嘛，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庙就是咱神风庙，是下海神风庙、神风爷。但是咱地方拢叫老爷安尼。咱神风爷是即马是大稻埕上重要一间庙。那讲即马大家都来拜月老。月下老人，是少年来拜月下，每3年会办一摆咱神风爷的爷老人。迄当阵就是讲咱大稻埕上老的时阵，甚至咧开始找一条歌叫《台北爷神王》。台北爷神王爷。除了有歌曲传唱，甚至阁流传一句话：5月13，人看人，讲的就是下海神风庙闹热祭典。不过伫大稻埕，除了有闹热的庙会活动，其实伫以前嘛是真重要的商业中心。因为大稻埕这个所在，对清朝时阵开始就是一个货物集散中心，所以足侪南北货重要的最大卖的批发商拢伫咱大稻埕这边，已经到即马拢是安尼。这几年咱就近差不多10年的时间，台湾人就爱去讲老街观光、文化观光，所以愈来愈一寡文创的商店哦，来遮大稻埕遮开店，所以咱即马大稻埕就有一个就特别的气氛，就是讲咱这传统的南北货也是中药行的老店，啊边仔有一个新的文创的商店，伊要送蒜头我不爱摕，不爱摕。卖啦，你先无赢，好，谢谢。咱做导览应该爱先做功课嘛，所以功课除了去读足侪较早历史故事了以外，咱就爱去访问遮头家。所以我访问遮差不多70间头家，至少70间的头家，所以来了解讲咱大稻埕产业的发展的历史，伊个人的故事、因家族的故事是为虾米因家族的来大稻埕遮发展来遮做生意。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讲，咱大稻埕文化其实就是城里人的文化。100年来，大稻埕一直以商业发展闻名。在商业发展之下，大稻埕嘛累积出丰富的历史，呈现出大稻埕东方甲西方的文化融合、互相尊重的特色。
大稻埕每一个这个建筑，每一条街仔路，伊拢会当讲出历史发展。咱今日邀请到这个倒来散步的这个执行长区域。大家好，我是区域。哇，真无简单哦，当甲你请过来哦。因为咱拢知影你是一大稻埕大汉的这个囡仔吼，你头拄只吼，冇讲到，恁兜吼较早时的时阵，就是开这个柑仔店。对你来讲，大稻埕吼，对你来讲，应该是有一个真深的这个感受。是啊，因为我自细汉，阮爸爸是带隔壁的查某囝，所以我是真正是唔知影讲啥物叫做过年的时阵爱去后厝，唔知拢唔知，因为阮妈妈的娘家就伫隔壁，所以拢自细拢规档拢是住在大稻埕。所以对你来讲，细汉的这个记忆，到即阵也阁真深者，是，甲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是啊，譬如讲，较早吼，因为即摆大部分大家去大稻埕拢会想讲去年货大街，但是阮细汉时阵是无年货大街这款代志呢。因为较早大稻埕拢是做大卖的嘛，所以你看年货大街这款是做散客，这款生意是无人咧做，大部分拢是做大卖。所以咱伫阮都大稻埕，阮平常时嘛袂讲去迪化街迄边菜卖，因为拢是拢对迄中盘啊、大盘迄边进回来，咱柑仔店来卖。啊，对阮细汉的时阵，记忆上深的就是过年的时阵，大家伫放炮啊，是，因为较早较无管遐尼严嘛，所以较早的时阵。人口迄边大稻埕人口较侪，到即摆因为人口较少，所以另外一个市政府伫管地讲，放炮，即摆袂使凊彩放炮啊，所以即摆就人口较少一寡。所以这细汉的时阵是过年这个印象，过年是最闹热的，是真闹热啊！即阵嘛是真闹热啦吼，即阵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年会这个大街这个部分啦吼。对，年会大街是过年前的事，但是过年了。就无啥物人，无啥物共款。但是讲这是这个过年前后啦吼，咱咧讲人的亲咧，大稻埕对你人的关系是啊。比如讲，咱这边大稻埕的囡仔吼，你若就实在有一人伊讲，伊嘛是大稻埕出身的，阮会问两个问题，是头一是问是，你是倒一个小学毕业的？有两间国小嘛？对啊，太平甲永隆嘛。对。所以大家你一问就你是太平或永隆的，你问大家就知。另外就是讲，你厝的内底是做啥生意？因为大家因为阮大稻埕遮囡仔吼，拢是生意人的囝，是，大家拢是做生意的，所以恁倒是卖啥物产业、中药啊、南北货啊、卖布的啊，是啥物，大家拢是生意人的囝，东亚拢是大家拢是。所以厝内底拢是做生意的，所以大家咧好奇讲，你是倒一间是啥物产业？恁倒是做啥安尼？就你开讲的时阵，就是我会使讲的物件，有这样代志安尼。就国小开始啦吼，就伫小对面啦吼，这两间国小啊有两间学校的起源家无？有当然啊，嘛会啊，起源家，比如讲太平的英路来讲，太平是太平间学校，对啊，太平来讲啊，恁英路是。永远不快乐学校，永远无快乐对吧？就伫遐互相亏来亏去。其实这嘛是，这是可能囡仔时代啦吼，但是豆若是讲，大家要有这个集体这个记忆内底啦吼，其实拢伫大稻埕内底。对你来讲吼，大稻埕除了是你成长的所在，你嘛看呢吼，自你细汉到大，你头拄嘛讲到你分享这个柑仔店这个故事，较早安尼看啦吼，15当前收起来，心里的这个感觉是安怎？迄当阵吼，其实收的时阵吼，无真正是讲，迄当阵无遐么亲的感觉，但是即摆回头来看，10几年也是感觉是足可笑的，是因为较早吼，唔知影讲爱做一寡记录，爱翕相片，其实拢唔知，所以较早讲啊，做老爸母讲啊，即摆生意做袂落去啊，路口开一间7-11，即摆生意无好做啊，因为去出面头尾人口拢愈来愈少嘛，所以讲啊，就自然就收起来。但是即摆有开始做这款文化导览了的啊，其实这阮家己个人的故事，阮厝内底故事，其实我认为嘛是最重要的。所以即摆愈来愈重视较早细汉发生的代志。这颠倒就是这个文化导览上核心的这个所在。所以你伫2011年的时阵先写 blog， 啊12年的时阵开民宿，这个故事嘛是真精彩吧？因为我本来考大学时，我本来想要读历史系，历史是，
因为我就爱读历史的书，对，但是想讲，读历史唔知要毕业要做啥，所以我就先选择讲去读气管、读商业的安尼。了，所以但是我一直拢是就爱看历史的书，所以迄当阵开始写部落格的时阵吼，就发现讲，我自细汉拢住的这个大稻埕，其实有足侪故事。是，我那拢唔知影。大人拢无甲阮讲，老师嘛无甲阮教，啊一寡资料嘛无种，但迄当阵开始有种网络的资料愈来愈多，所以咱就发现到，其实外国嘛有足侪关于大稻埕即款的历史的资料、相片愈来愈多。是，说那无人甲这大稻埕的故事分享，互更较侪人知影，所以我就写blog开始就我家己都无熟悉，所以开学了来去学讲，大稻埕是这故事，所以想讲袂使搁做啥物代志。所以阮就想讲来做这文化导览的方式来甲大稻埕的故事，在咱的人的生活会使介绍，互搁较侪人知影。是，但是这做文化导览，打开始毋是遐简单的吧？是啊，当然，因为较早上开始的时阵，因为迄当阵吼。到7-8年前，因为迄当阵台湾无专门一个公司、一个团体，因来讲最款最收费的文化导览。是，因为我是最新，因为是新一来，惊我想讲，较早迄个导览拢是免费的，像志工，但是我若是一个团体，我一个公司，我来做这，我是要喊生活，我一定要用收费的方式。所以但是台湾较早拢无人去做这款的爱付钱，可能大家都会蒙一落地啊，我只准落地啊地棚子啊。为虾米听这款文化导览？怪落钱，对，迄当阵我嘛毋知要安怎做，所以迄当阵我开民宿是，其实是因为讲毋知要安怎做，所以我开一个民宿，维持生活的对吧？维持生活，另外是讲你若来住，我带你来踅大稻埕。用这样方式开始，所以这是一个文化导览，这个台北城市散步的这个前身对了对。所以迄当阵一个月安尼上济偌对团，一团两团就差不多就做好啊，就做好啊。对。所以迄个民宿这个部分嘛是要算真重要。对，真个收入吧，会使上至少会使支持我的生活安尼。讲要趁钱是无可能啊，是啊。所以厝内底人迄当阵敢无反对？因为迄当初我就因为要创业嘛，所以我想讲我就传这个创业基金安尼，想讲2年若烧了，钱烧了，即摆咱创业拢是讲烧钱，毋是开钱烧钱，烧了若是2年无成绩，就等于找头路安尼。对，所以伊当时讲阮某讲吼，拄结婚的时阵，就讲吼2年试看卖。那无办法就等去水头路。是，所以当阵真正有甲做起来就对啦吼。是算运气袂歹，算运气袂歹。毋过讲到这个民宿这个部分啊，其实你嘛是有做一个比较较无共款的所在。民宿有的人都是互你住、互你食，但是你做这个导览的这个所在，所以你要用什么更较新的方法？因为你头先有讲到网络资料真侪关于着这个大稻埕，但是吸引着人，带你的民宿了啊，佮参加你的导览，一团一团做出着这个名声、口碑等等安尼吼，吸引着佮较侪这个。是。迄当中就是想讲吼，因为大部分咱去听这个导览拢是长辈。来老师来讲来介绍的，但我当阵是讲，我应该是用，迄当阵较少年时差不多30几岁，即马要40啊，然后30几岁用少年人的眼界，用咱的观点来去介绍无共款的大稻埕，所以每一个人讲的故事拢是无啥相共，所以用我的家己的想法来去介绍，所以慢慢做出一寡成绩，互大家受到大家肯定啊。是，譬如讲即阵啊吼，现主是你咧带这个新的朋友要来熟悉台北，先大稻埕好啊，你安怎先甲介绍？是，我拢是先对吼，我上爱的所在开始介绍，因为大部分大家去大稻埕拢是干那迪化街嘛，是，还是新丰庙啊，因为市场，遐嘛是真好的所在在去。但是我会对我个人自细汉伫个大稻埕的生活开始来介绍，比如讲，我跟大家讲啊。大稻埕毋干那一条迪化街，其实边啊，咱延平北路啊，还是讲贵德街迄边，拢有足侪重要的故事。比如讲贵德街迄边，
清朝的时候，迄个过着过吼，较早是拢是外国阿多都在遐，拢是外国人都在迄边。啊，即摆迄边迄种建筑拢大部分拢已经拆掉，所以大家唔知迄段的故事。但迄段外国人住伫个大稻埕即个时间吼，是对大稻埕来讲，迄当阵大稻埕是从国际化的主管转台湾上国际化的所在。是无论英国啊、美国还是德国的领事馆，拢是伫个大稻埕。是，对。另外，这是较早的故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个人的部分，我上爱的所在就是咱马祖径。哦。就马祖径靠迄边，因为阮岛是住在凉州街啊，凉州街一条街，较早有一个情况是叫做布袋戏街，因为较早有足侪布袋戏班，因都伫个下骹迄边的店面的合作，店面头家帮遮布袋戏班吼讲看布袋戏。其实咱即摆经济人的制度安尼，帮遮布袋戏看布袋戏，遮布袋戏班因逐年要出去表演进前，拢一定伫个马祖径迄边表演。是，我为虾米讲这段故事？因为较早我阿公，阮阿公因是小戏院，因是看小戏院，所以我有着记忆讲，我细汉的时阵去马祖径看布袋戏，拢去伫后台咧看。大部分你咧看布袋戏是前台嘛，是，但是因为阮阿公是负责后台，所以阮都是伫后台迄边看布袋戏，款第一个这画面出现伫我记忆内底。是，所以另外所以除了伫布袋戏会去马祖径遐表演，另外。阮细汉嘛是遐去佚佗，因为现在有一个庙埕嘛，庙埕外口就就是食的物件嘛，所以下晡的时阵，我阿公嘛带阮去迄个庙埕来头前遐食物啊，伊拢是啉迄个头的，你知道头的米酒加维达利，是米酒加维我是自细喜欢对阮阿公客气，因为。伊若是买头，伊是家己买一罐米酒，一罐维达利。所以维达利咖喱米酒内底变头的，然后剩的维达利就变化了。你吗？对，就是这个细汉时的记忆嘛，小介互这个新的这个朋友吼来听到咱们这个朋友来听。因为我大汉了才知影讲，款头的饮料米酒加维达利干啦，阮马祖径口迄边。才较有看到啦，有人安尼啉，是到即马都有安尼啉，对。所以这个大稻埕啊，互你满这个记忆的啦吼。所以咱后一趴要过来讲到，这个自大稻埕以外，你的这个团队啊，如果开发到无共款的这个路线啦吼，来互大家偏芳者。成功开创文化导览观光模式的区域，原本是伫旅游业担任产品经理，但是慢慢发觉家己伫旅行社食头路，帮人规划行程，但是规划出来行程却是家己拢无兴趣的。比如讲，迄当初什么6999、5999泰国6日游，拢是去购物站，去一般行程，大概拢是袂同款的行程，无啥物特别的所在，就是比介绍看像较俗，人家就去来参加你的行程所以我就讲对我个人来讲无意义。想要规划对消费者更加有意义的旅游行程，区域开始投入规划自由行的行程，但是时间一久，发现台北的观光欠缺当地人的观点，所以伊开始用伊在地人的角度来介绍大稻埕。差不多7年前的是当阵，感觉讲，大家对大稻埕这个所在有一个刻板印象，像讲这个老社区就是治安很不好啊，环境就乱的安尼，所以阮想要用咱在地少年的观点来去介绍大稻埕这个所在，所以开始做这个文化导览。2012年，区域对大稻埕出发，开始以头一场导览，后来创立台湾头一个专业导览品牌，用无同款旅游体验，让人看到台湾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有真侪充满创意、非常趣味的主题导览活动。他是一位历史老师，所以他就有一天在课堂上就想说，我们搞一个看你老木。然后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发想太棒，因为他们后来那个看你老木这个课好像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就跟他借这个巧思，然后我们就开了一个跟老木相关的一个系列，因为刚好今年发生很多像富鼎金公墓的那个迁葬的事情啊，还有台南南生公墓啊，就是各地的老木其实都开始就默默都
就是为了都市开发然后被整顿，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被重新检视？它其实是一个记录我们人类的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明。除了有专业的导览规划，要如何吸引民众兴趣，美术的设计嘛是重点。新的游程出来的话，那我会负责制作主视觉。像我们最近的这部就是漫步宜兰的5种生活这个 case 的话，其实它有5条路线。那5条路线其实就有很明确的5种不同的元素，像是比如说有铁路的元素，然后就带领大家可能一站一站的去就是拜访，那里面就会视觉上面就会放火车啊、铁轨这样子。我们全公司大部分同事拢唔是做旅游出身的，对，因为是大概是对这个台湾文化这个环境的这个主题有兴趣，大概是想讲来这个公司，咱透过旅游的形态，实际上和更较侪人是认识咱台湾的文化，来了解讲安怎保护咱台湾的环境。用旅游来关心自然，连接社区；用旅游来听故事，体验在地生活。透过有文化内容的导览，好导览不只是单纯的景点介绍，嘛是一种想法的传承甲交流。我愈来愈爱咱台湾，愈来愈爱我的家乡大稻埕。是，我即马在外口，人讲我是大稻埕，愈来愈拢有自信。哦，除了这个大稻埕以外，其实哦，这个执行长家己的创新哦，足侪部的啦吼，亲像这个外省帮啦吼，佮有这个乌社会这个部分啦吼，这我真好闲，你甲大家小解者好不好？其实这唔是我家己的创意，都是阮团队一个同事的创意。因为大部分咱做文化导览拢是讲就正面的故事、历史的故事，大家的生活。但是你若是讲到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是无共款。学到外省的学到，也是讲咱伫个帮派的即款也是咱讲角头的故事。角头，伊嘛是一款生活，但是大部分人拢是像着角头啊，是个款帮派故事，种说啊，迄个社会，但是咱卖解拆，咱卖去了解。所以咱办一款的导览的是用意就是讲。大家拢是伫咧台北在过生活，是，所以应该去免卖用迄款有色的眼光去看，咱应该去先去了解彼此的生活是状况、想法、观念是安怎，然后再避免一寡纷争是安尼。所以这应该真受欢迎吧？大家想要去安尼。即马上受欢迎的是咱有伫咧林森北路，那是酒店的妈妈桑，调通的妈妈桑出来，你去了解咱一款日式日本式的酒店，因的生活是安怎。所以要安怎去直接遮的这个调通的妈妈桑？伊会教你讲，咱伫因的酒店内底会发生啥物代志，伊是安怎甲即款人客交关交陪，培养感情。另外，伊嘛介绍讲，咱一个这调通附近的生活，人家小姐因平常时是几点上班啊？迄路口徛迄是咧创啥？因平常时上爱食啥物宵夜吧？一般，迄就是因对因的生活来去了解。所以这个文化导览嘛是一种文化研究。这是嘛是安尼讲。是，所以这个。咱头讲到吼，就是讲报名人一定真济，这个年龄层吼，甲这个是查甫啊查某的，你有做一个调查无？其实拢大部分的人客差不多拢是25，差不多到40几。25至40几只。到50安尼，拢是较少年。拢较少年。查甫较济。女性较济。女性较济。六成以上拢是查某。所以因想要透过这个文化导览，亲像去这个调通的。这林森北路，了解咱台北的各种的文化，各种无共款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回响是啥？譬如讲，因参加了认捌到这个林森北路，去看到这个乌社会角头，因的感受是安怎？因为感受讲原来甲我想的无共款。
就譬如讲，咱想讲林新北咯，一定想啊，一定像色情产业啊情况下，但是日式酒店其实就单纯的，其实酒店内底其实大家拢是干来啉酒、开讲、唱歌安尼。招待日本人客安尼，其实因虽然门拢是关起来，但是因大部分拢是足欢迎讲，你嘛使开弄门讲，我敢袂使你去参观，因为内底啥物代志拢袂发生，是不是？是足正常的。是啊，黑社会这角头的所在。黑社会有一，咧就是有一寡故事就无办法伫咧遮。较侪兄弟开这个开口的这个物件。对，迄拢是有人的。所在就讲话嘛，讲话的代志吼，迄是看人甲人的关系来去决定的，伊毋是讲什么道德啊，是讲法律啊、法律的代志，拢是毋是安尼讲的。是哦，大家嘛真好个啦，所以若要进班吼，再看节目也可能无够，所以还去家己亲心来参与一下啦吼。毋过咱搁讲倒来。你会安尼规划遮济条这个路线吼，你有一个可能嘛是真好的这个团队，啊，毋过你过去这个经验应该嘛是补足你真济啦吼。过去你伫这个旅行业内底吼做了8档吼，啊，其实是人甲你学吼，世界甲你学，自这个较细间的这个公司啦吼，豆豆安尼一路升起，这个过程甲大家分享一下。是因为阮是。去旅行社是一个意外，是，伊当时本来要去读研究所，听我了要去读研究所，但是我是读即款商业的研究所，迄当时想讲，若是无工课经验，我去读迄款商业研究所其实无啥物意义，所以我是先研究所就休学，休学了我就想，凊彩找一间工，找一个公司，啊想讲先做2年，啊做2年了再转去读研究所，但是。迄当阵经着一间公司，迄当阵旅行社即摆，迄当阵就税金的，但是即摆已经是上柜公司啊，所以我就伫个公司发展是算了袂歹啦，伫这升迁上尾是做了部门的主管，迄当阵差不多28岁。哦，管几条营，几条树头管几条营安尼，算总是有一个经验，讲咱来去做旅游的规划是要安怎做，啊，另外因为伫个大公司。做过几6年、8年的时间，所以嘛了解讲，大公司大事业应该是要安怎营运，要安怎经营安尼。所以因为咧创业的时阵，对我来讲，因为有较早迄段的经验，所以对我即马咧创业嘛，是讲咱即马咧规划咱即马的多年的这行程，是有足侪帮助。啊，咱头顶一趴啦，讲着讲，其实你迄当阵要创业，啊，但是你着看，这旅行业。8档来到遐尔啊顺，是安怎要有这个设一个这个观念？因为其实我对于我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创业。哦，想要家己做头家。因为我其实对大学时阵，就想要做头家。是。我老实讲，我唔知为虾米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自细汉这经营干妈店处理，无毋对。我想过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安尼。因为阮自细汉厝的拢是做生意的。因为阮家族大部分大家人拢是做生意，不管是开工厂啊，做营造厂，还是做开干妈店，拢是大家拢是做生意。较罕的讲，互人请安尼。所以可能有即款血液啊 DNA 伫阮的身躯内底，所以讲自细汉是讲，家己要做头家安尼。所以咱个讲到干妈店，干妈店迄当阵经营时阵，你有负责着啥物吗？还是讲本地吼，阮兜嘛做生意，阮兜咧卖衫啦吼，啊卖可能会甲人交关啊、指接啥物拢会较有这个经验啦。你嘛是安尼吗？因为我是当阵吼，因为我是感觉这足可惜的，因为较阵吼，因为阮厝内底我上好读书，好，所以阮爸母就讲啊，咱做这款干妈店嘛，生意歹做，你就去读书啊，去读书，较拍拼去读书，较拍拼去考试安尼。所以迄当阵是大部分真正是讲大部分拢是咧读书较侪，但是我有一个记忆是讲，因为细汉时阵干妈店斗相共，所以咱搬货你知无？我记得就用足深的，较早。搬个酒干啊吼，一箱安尼12罐。阮妈妈讲吼，一罐干会使趁5角。哦，所以我搬一箱酒干啊12罐，阮厝会干趁6块。啊，所以较早细汉是有即款的弟弟伫咧内底，所以我即摆较早自开始创业时阵是
就算了就轻诶，讲每一步拢爱就顺利。是，所以头起先啦吼，咱佫讲来文化导览遮，一个人爱收偌济钱？哦，较早上早期差不多一人200，但是嘛，咱一个人拢收过差不多到700，是2点钟的导览差不多，这个介绍。是，所以嘛是真食市啦吼。是，就是讲自200起到这600甲700，其实都是有伊的价值啦。是啊。啊，你感觉这个文化导览啊吼，对你来讲上大的价值是啥？遮济这个路线300多条嘛。对我上大的价值，每个人干那公司的经营。另外一个对我上大的价值、上大意义就是讲，我愈来愈爱咱台湾，愈来愈爱我的家乡大稻埕。是。我即马在外口，人讲，我是大稻埕人，愈来愈拢有自信，较有信心。其实咱生活这个老社区大稻埕，这算是真正是袂歹。是。我即马去，譬如讲你去别位旅游啊，你嘛袂想讲啊，遮袂歹，咱会使搬来遮住。我即马拢袂安尼想啊。较早的哦。较早的，但是嘛拢袂。有想要去倒位住过？比如讲花莲啊，比如讲较早可能去花莲啊，去宜兰哦，遐好山好水啊，你可能还有情况会使来遮住，但我即马拢袂安尼想。是。我感觉我大稻埕是上好的。有影啦，其实就是这个较早这个过去的这个公营，伊佫找倒来，对无？啊，其实咱佫讲啦，就是讲，你咧看这个旅游业的这个发展啊吼，你有这个产品伫咧，其实足侪人甲你卡比的吼，进前有一站啊呢。有人，其实拢是一直有人，拢有人模仿，卡比讲咱不干那咱的品牌名啊，还是讲咱咧做主题啊，还是讲咱路线安尼安排，都拢有人来学啦。恁本早叫做台北城市导览嘛吼，啊，即阵是倒来散步，是，啊，有人甲你翻做啥？台北都市，就是迄名小改一下，路线嘛完全靠批恁的对吧？因为大家拢是朋友啊，我就喺这部讲。是，不过这嘛是互你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讲，有人对你这个物件，表示你这个物件受价值的，但是你嘛想讲，其实这是一个较好的竞争，应该是。你好，我嘛好，我对你的脚步继续进前，唔是我敢若抄你的安尼。模仿啊。对，所以你迄当阵新的想法是啥物？迄当阵一开始本来嘛是想去，你大家拢是熟起来，你干嘛？你来安尼拢学我的物啊，找我赶快老师来去讲，嘛是有这款状况。是，但是实际上去经营，你就发现讲。无一定，你找同款的题目，你同款的老师，你就办法做到我的成绩，无一定。是，所以我就讲，所以我了慢慢的心态就有改变，就讲公司咱的品牌的竞争力是上重要。是，你爱继续打拼，互咱公司，互咱对咱的客户的这个信任感愈来愈强。人客就愿意讲，付较悬的费用来委托咱的公司来办这的活动，互咱各个人会使更较熟悉咱台北，这是最重要的代志。是，所以爱维持一个品牌是导览员爱看好调，这个顾客嘛爱看好调，导览员这块要安怎看好调咧？因为阮逐年拢有做导览员的招募甲训练，阮家己会经差不多，无一定每一年看阮的公司的需要，阮会公开找一款导览员，啊，经过面试啊，了后来做一个课程的安排了，咱每一个导览员差不多可能要至少要3个月至半年以上的训练，才有可能变成咱的公司的正式的导览员。所以这个导览员流动性有关啊无？这我就歹讲，因为导览员伊是毋是讲咱公司的正式的员工嘛？对，所以因不能有一寡人可以学了，有其他的想法，伊可以就去做别款的。是，不过这个部分啊吼，可能嘛是恁佫会使佫继续甲看好调这个部分啊，尤其吼，现主是恁住这个台北城市散步，即马是倒来散步，所以住台北。推萨到这个规个台湾，所以规个台湾这个路线需要的这个导览员都愈来愈多。是，咱继续吼来带大家看这个倒来散步是安怎进行的。过
去的大众观光创造出相当有规模的经济成果，但是观光客甲在地民众店家无相大接触甲交流。现在这种文化导览的模式，提供游客体验自然甲文化真好的机会。因为大部分的旅游就是讲，你是家己去体验，遮好食物件遮环境风景足水，你去上了就会走。但是咱就甲你讲，这文化是啥物，这人的生活是啥物，为啥物这个庙是伫遮，这的人本来是对倒会来，这物产是啥物，佮深入的介绍这个地方的故事。所以比一般的旅游团比较起来是无共款，完全无共款。体验当地文化行程，唔那台湾人有兴趣，就连外国朋友嘛定参加导览。即嘛拢是嘛是中华语加英文加日文，有当阵会办台语的导览，有当阵台语导览。像咱外国旅客比较高，差不多2成。倒一共较济啊？都是讲香港上重，咱香港咱另外就是欧美国家。欧美日本安尼。团队对台北地区的分数开始，现在嘛将导览地区扩大到全台湾。除了团队的规划，嘛需要甲各地区的导览员合作。比如讲，咱是对阮即摆咧做宜兰，咱就对宜兰有兴趣，咱就要是走去宜兰啊，透过朋友的介绍，想讲来找一寡，甲咱的上条是个观念有共款，有共款的理念，有共款的观念。这是上重要。了后咱再看个解说的能力，甲团队的能力，敢袂使适合咱的人客。随着个人旅游风气的改变，现在真侪民众嘛对过去观光团的模式发展成自由行，更加强调深度体验，加入地方的在地连接。区域未来嘛希望将深度旅游发展成永续旅游，对在地环境、在地文化保持尊重甲保护，达成旅行共好目标。一站散步深度行，行过印象一个碑，今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执行长啦吼。咱头讲台北城市散步，即阵倒来散步啊？第一个，恁的这个推测，台北以外是倒位啊？咱第一个行的是宜兰。宜兰哦。其实咱差不多3年前吼，台北城市散步已经3年前就开始做宜兰的散步。是迄当阵咱是看建筑。咱因为咱知影讲宜兰有足侪足水的即款建筑属水的，所以公共建筑，所以咱就3年前就开始做。今年咱即马改名过，倒来散步了后，咱就对宜兰来去做一个上重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所在跟路线呢。重点发展的所在，爱互大家偏芳一下。像啥？拄则你有讲到种田，是种田体验，因为比如讲我即款，阮厝的是，阮家族是伫大石岭住100多年啊，所以阮已经100多年无来种田，根本就唔知影种种田的人是生活到底是安怎。是，伫住台北的人，伫都市生活足久的人，伊唔知影讲种田是生活是啥物状况？是啊，有诶，足侪这都市人去到这个庄卡所在，讲这是不啊看做菜瓜，真侪种这种这个现象，所以对着这个都市人来讲吼，其实啦吼，互因加较侪这个空间，搁去认捌宜兰这个所在。是，所以咱就跟迄个宜兰的农民合作，因为农民因每个月咧做农事拢无共款，是，比如今日是种插秧，明后个月是
出草，还是讲今日种高白笋，还是每个月拢无共款，每个月最近农事拢无共款，所以咱就甲遮农民合作。你来到宜兰，咱带你讲来熟悉个农业的体验，了解农民的生活，顺续会使去买一寡农民的农产品，来登去安尼。是，所以这个部分啦吼，真正嘛是受到真欢迎的。是，即马讲是每个月拢会来做，但是这是一部分。了嘛是因为宜兰嘛有一寡老街，譬如讲稻城还是头城，还是讲宜兰市内底嘛有足侪较早的历史的故事，这部分有嘛来做。是，不过讲倒转来，路线遮尔济，这个公司哦愈来愈大间，是经营上敢有困难？经营上上大的困难，我是讲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公司拢是上大的困难，我是拢是内部管理。做一个是关营运的时候，还是讲是我感觉这是上大的挑战。是，因为人一定要先稳定，制度一定要先传好，你公司营运再较愈来愈好。是，要怎突破咧？突破就是爱定甲阮的员工沟通，讲大家每一个人来这个公司，因的目的拢无共款嘛，啊，每一个人的观念嘛无共款，是，所以一定要透过沟通，甲咱同事了解讲，为什么公司即马爱政策爱对安尼，这个方向是变得根本上改做安尼，较早因为一定甲较早无共款，是，因为较早人较少，因为较早旧年进前，阮干啊差不多6、7个人、7、8个人。但即马要10个人，要几乎要变2倍、1倍人员工安尼，所以人甲人真正的关系哦，沟通是愈来愈重要。这是我是讲是爱先做得好。所以这员工的这个背景咧，有的应该是对这个文化真熟悉啦吼，真熟悉的人，啊有的可能是这个本早就咧做旅游的嘛吼。其实无呢，拢无。阮大部分公司的同事做旅游的就少的。是大部分的人同事拢是对这个文化有兴趣。因为关注咱这台湾各种的文化问题、环境环保的问题的同事就多，所以因才来阮个公司来做。所以旅游就是你来负责啦吼，啊文化部分都互因来做。听咧啦吼，都甲这个部分，啊，尤其讲你讲到这个人甲人之间这个沟通的这个问题，其实吼，就是对这个部分啊，你头拄讲到经营，就是爱今年上大，因为咱安尼看，你讲较早读册一路安尼顺起来，啊，做被当的这个旅游这个旅行社嘛是安尼顺，但是你讲到今年是上大的一个关卡啦吼，是，真正是今年拄到的问题较侪啦。所以咱头拄讲要安怎突破是内部的问题，对不对？先解决，内部先解决，啊，公司会使运作较顺利的，了人客问题啊，满足了人客需要，对啊，行销做了好安尼。所以行销即阵来讲，应该是做了袂歹啊啦吼。慢慢啊个进步，慢慢的进步。是，咱了讲过是安尼300多条路线，拢是咱的这个团队做伙想出来，啊有。特别吼，这人客的要求啊，较早就参加过恁的这个导览嘛吼，团体的导览，伊个想讲，我家己嘛来组一团，是，恁家己客制化一下吼，来帮伊设一个这个行程，吼，伊有食，佮有业，啊，佮会使做到文化这个体验，安怎行程啦吼，你设计过是上赞的，你家己感觉真正满意的。讲实在话啦，因大部分，因为阮会喺做到客制化，是讲吼，人客需求是安怎，咱就拢想尽办法去满足伊。是，所以阮即马公司差不多超过一半的业绩，其实拢是客制化的需求。其实拢是客制化的需求。所以就是咱头拄讲的，甲人做出无共款的物件。对，比如讲你政府，你嘛去招待像外国的贵宾来台北，还是讲要去其他所在，因为阮会使提供的服务，咱会使讲的故事一定较北京较深，较北京公司无共款，所以咱就一定有政府的委托，还是讲有一寡公司的可以加入的一款
旅游，买成想讲不那个他大条点啊，会使可能其他所在淡水宜兰，还是讲高雄啊，还是讲新竹，你使敢袂使帮阮兜安排？是安尼，所以安尼听起来拢是顺顺，但是应该有一两下这人客较鸟毛的吧？因为咱伫咧节目上就卖讲，是，但是拄过这个上可能这个行程的安排啦吼，可能啊我要啥啦，我要啥啦，我要啥嘛，互恁团队真痛苦有无？有啊，大部分拄到的代志是讲，人客想法，甲咱伊知影，甲阮知影无共款，但阮知影讲，阮知影是对的，但伊知影毋对。就譬如讲，等下拄到即款的状况，这样。所以安怎去甲讲，一个礼物。对，毋免讲这个团体是啥物，但是伊可能要爱这个行程，啊，伊所认捌的这个是 A， 但是恁讲的这个事实是 B。是 B， 对，是定来发生啊。但是阮即马大部分的做法的是啊，甲人去，就是是 A， 咱就照你讲的 A， 咱来帮你安排。但是咱伫咧行 A 的时阵，咱其实伫咧内底放一寡放一寡这样像我技巧，一个所有技巧，还是我安排，甲你讲，其实是 B。互伊观念所改一下对。是，阮即摆做法是安尼，因为大部分的人，你买去旅游啊，是买去迄个所在，你无可能会使知影找到遐尼完整的即款的资讯。是，即款一定拢是咱较专业，较知影来当地嘅代志嘛，所以这是咱为专业，所以咱就较卖甲人客讲去冲突，卖互人客无爽快。包括是安尼，但是咱伫实际上咱你去到迄个所在时阵，导览的设计时阵，那就慢慢甲大家解说，慢慢大家讲，其实毋是安尼，其实毋是安尼。哦，所以这个其实嘛是回归到这个服务业的这个精神啊，吼，就是先满足这个客户，但是咱有文化这个精神，文化导览就是要互因认捌，真正的这个文化根是啥物，所以这个观念吼，互因小可所顿一下安尼啦吼。啊，其实咱讲到吼，其实除了这个咱家己台北人啊，也是讲这个台湾人咧做这个参加啦吼，参加咱导览，上济外国客是倒位人啊？外国客，我们即马外国上最其实是香港。香港啊，即阵敢无影响着？最近是有小可影响啊，最近是有影响。香港因为香港人就定来咱台湾嘛，一年可能来3、4摆、5、6摆，所以即款较深度的想要认识台湾的即款人客是咱大部分的外国人客。另外一个就是日本，日本嘛，因为你嘛就定来台湾来遮佚佗，所以无即款日本的人客较多。是，所以讲到香港啦，其实咱讲。台港一家亲啦吼，去看到因现主持的这个情形，因较早会来，其实就是看到这个咱台湾有民主有自由，所以对着这香港的旅客较早过去啦吼，恁拢安怎安排？是，因为阮其实拢用即款社区文化的即款方式，甲香港的这人客来做一个交流。是，因为我这几年，最近3年嘛是拢去香港演讲。是，演讲的。地方嘛是拢是讲咱台湾即款文化导览啊，还是讲咱即款社区营造要安怎做即款地方来去甲香港的朋友来分享啊。所以对因来讲，因真正真爱这个部分，因为因需要，因较早无做这。毋是干那需要啦，因是即马有现主现的这个需求啦吼。啊，其实讲到这个香港，咱嘛这个台湾新港界一直拢有这个推销这个香港，啊，伫遮咧镜头进前吼。买甲这个香港朋友所加油一下，尤其吼现主持这个情形来讲啦，啊，咱佫讲台，就是讲做旅游，啊，有当时啊是看下的这个文化，啊，有当时啊嘛看下的这个人甲人的这个之间这个问题，就是讲这个公司的经营。是，对你来讲吼，安尼一路行来，你的这个可能是本早是民俗啦吼，啊，佫有这个家己做导览兼的嘛吼，啊，台北城市导览，啊散步，啊，佫有甲一阵的这个倒来散步。安尼一路行起来，你现主持啦吼，先甲拍几分起来，每一个阶段。好，这题目实在是就困难，因为考试较简单。是1分甲100分，较早你一定要得90分以上的啦吼，较够读册。对，即马我是感觉讲吼，一定无可能做了100分之100。我是感觉讲，即马差不多会使互公司安尼。会使继续，大家有兴趣的，你也会使运作落去。我感觉讲
可能干那60分啊尔。可能干那60分。对，佫会使追到更加好。所以这个嘛是对未来啦吼，也是有这个期待，也有这个40分这个空间伫咧。所以对着未来，你有啥物想法？这个倒来散步，啊，其实佫会使推测佫较济这个人口啦吼，这个倒咱的这个人口。是我其实咱做倒来散步，是较早做台北城市散步。其实咱上大的目标就是爱互咱台湾人爱对台湾有自信。这是我上想要做的代志。是。所以你感觉台湾人也是欠自信吼，是，唔敢讲家己的这个家乡是上赞的，是。所以你较早有去过国外这个经验嘛，看过这个世界这个导览吼，你感觉台湾甲这个其他国家这个导览差上在伫倒，还是讲上赞的所在伫倒位？我是讲咱其实咱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上赞上好的所在，但是咱其实头一步是咱大家对台湾无熟悉，唔知影讲咱台湾这个宝岛到底有啥物故事，有啥物物产，还是讲咱有啥物山，还是咱的海，咱拢无熟悉。其实我想上重要的头一步，应该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去多了解咱台湾。是。开始了后一步，就是咱有家己的文化自信再出来。先熟悉台湾，先熟悉台湾，再过来豆豆啊，这个推测台湾的这个文化，发觉到伊这个好，啊，另外就是爱有这个自信伫啦吼，就是讲你对家己的国家有信心，你自然就会使豆豆讲我认捌这个家己的家乡以外，我搁会喺度家己撒出去，所以有足侪人吼出国转来这个囡仔啦吼，即慢慢豆豆会使熟悉到这个。家己的文化、家己的家乡是安怎偌好，对吧？定定拢是，就是人就是伊出去踅一年了，再转来看到台湾，想讲啊，其实台湾是上好的所在。是，今日非常感谢咱的区域执行长来到咱节目。谢谢。一站散步深度行，行过印象一杯，今日文化新台湾，台湾新眼界。感谢你的收看，咱后回再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